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又去到的生 biology，今日為大家分享嘅就係2024年嘅第4條題目啦。咁呢條題目呢，其實真係出得好好嘅，OK。但係呢，咁其實呢條題目點解出得咁好呢？個原因就係因為呢，如果你睇翻呢同學仔嘅表現呢，真係落到去呢喺依兩條入邊 A part 同埋 B part 呢嘅長答入邊呢，佢哋嘅平均分呢，真係喂2分攞0.3分，即係其實好難攞到分數喎。第二件事就係3分入邊攞0.8分。咁如果你問翻我嘅話呢，其實我自己都未必答到，個原因就係因為呢，其實佢真係問緊啲好深嘅嘢，同埋第二件事，當你去留意翻，喂，大家都係讀呢一個嘅物質交換嗰時候，其實落到去嗰個嘅文法，你好明顯一樣嘢，其實你今次見到份卷入邊，過去個個都喺度讀啊，組織係點形成啊，咁跟住又水勢啊，又流體靜啊咁樣。但係當中入邊其實最關鍵嗰個嘅情況究竟係啲咩咧咁樣？嗱，睇睇條題目入邊係咩先。首先第一樣嘢咧，呢幅圖咧喺過去以前會考年代咧，就真係見過嘅。OK，咁啊當中入邊嗰個嘅詮釋嘅位就係咩咧？就係呢度有個心臟啦。OK。呢度有個心臟啦，OK，個箭嘴就係個心臟泵血去到呢一個嘅微血管網啦。咁當中入邊去到 P 個位，咁跟住咧就見到有兩個箭嘴嘅。但係你要留意翻一樣嘢，原來箭仔咧都有個大細嘅，OK。咁一開頭咧黃色個箭嘴係大啲嘅，OK，藍色個箭嘴係細啲嘅。但係其後經過微血管網之後咧，藍色個箭嘴又大翻喎，咁黃色個箭嘴就細咗，跟住咧落到去到 Q，跟住咧就駁翻心臟。咁首先第一樣嘢咧，通常我做呢啲題目嗰時候咧，我就會畫呢一個嘅心臟啦，跟住上面就兩粒狗屎一上一落啦，OK。咁當中入邊個心臟就將啲血泵向全身，咁落到咪即係駁呢個位咯。咁而呢一度 Q 嗰個位就即係簡單嚟講咁樣駁翻心臟啦。咁成件事我要知道 overall 嘅 picture 先。咁而家個題目就問你啦，兩個箭嘴，嗰啲箭嘴入邊，OK，咁有兩款啦。咁你見到圖入邊有藍色同埋有黃色啦，OK。咁佢就話啲箭嘴係控制液體入去同出去微血管嘅兩個因素。咁而家個問題係叫你辨認嗰兩個因素。咁兩個因素係啲乜呢？其實個因素係講緊啲乜呢？咁樣咁當中入邊呢，其實如果你作為考生，又或者作為我嘅話呢，我睇落去咩因素啊咁樣。咁你睇完個 marking 之後呢，原來期望你去答就係答個水勢上嘅差異同埋流體靜壓嘅差異。咁即係簡單嚟講，點解咁多同學仔係答唔到呢？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唔知係問乜啊。OK，所以 that's why 咧，大家你要留意翻清楚呢條題目，大家你要留意翻清楚。例如未來出題嘅方向入邊會咁樣問嘢嘅，所以你又要詮釋到一樣嘢。例如你要答到水勢梯度啦，又或者你要答到嗰個嘅水勢嘅差異同埋流體靜壓嘅差異，得唔得？OK，個 water potential 同埋 hydrostatic pressure。但係其中一種你要留意嘅答法係啲咩呢？個答法就係兩笪地方，例如組織液同埋血液。咁呢方面你要留意嘅。而呢個 concept 入邊，其實落到會衍生出嚟嘅就係咩呢？記住，E1 入邊呢，其實落到去會有呢一種涉獵到呢個 water potential 同埋 hydrostatic pressure 嘅。所以當你去行文温書嗰時候，見到同學仔弱嘅地方，就係你加強你嘅理解訓練嘅地方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 A 題入邊嘅分享。咁去到 B 題啦，表現又係好差劣嘅。咁點解呢？上圖嘅箭嘴嘅大細，嗱，終於出到去個大細問題啦。係其實係反映嗰個嘅因素嘅影響力嘅幅度。OK，咁而家個問題係 P 去到 Q 嗰時候，P 去到 Q 嗰度個情況，解釋嗰個黃色箭嘴個因素嘅變化。咁首先第一樣嘢，連帶嘅問題就係咩呢？首先第一樣嘢，我 A 題嘅因素我都答唔到嘅情況之下，我點知嗰個嘅幅度係點樣呢？所以你就唔怪啲同學仔考得唔好，個原因就係因為 A 題連帶 B 題。OK，所以你要留意翻清楚一樣嘢，就係個因素係講緊啲咩嘢，而第二件事個因素入邊個幅度係講啲乜嘢。OK，可以喺呢條題目入邊就係箭嘴顯示個流體靜壓嘅差異係
減少。OK，減少嘅話，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咁當中入邊接近 P 端嘅話，液體或者水會喺血液入邊被逼出嚟，所以去到後期血液嘅體積下降，OK，volume of the blood 會 decrease 嘅，然後 blood pressure 會 decrease 嘅。咁呢個概念其實落到去喺個 DSE 考試入邊係之前係問過嘅。OK，點解個血壓會低咗？因為個血液嘅體積下降咗。OK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喺條河流度少咗水，咁落到去嗰個嘅水壓，梗係會低咗啦。咁成件事就係問緊呢樣嘢咯。所以一啲難理解嘅地方，Dickson Biology入邊咧，其實個講解入邊可以幫到大家手去理解深入少少。其實考生嘅弱項喺邊度，然後加強翻個訓練嘅話咧，你就能夠答到啲題目啦。咁主要其實成題個重點位就係放喺呢度，而隔離嗰度其實落到大家同學仔表現都好理想㗎啦，咁基本上都冇乜問題㗎啦。就問翻你究竟嗰個嘅微血管網，跟住落到去個胰臟同埋個肝臟入邊都會有啲物質交換嘅情況出現，咁叫你答翻。咁你唔好寫個臟字啦，寫個胰或者個肝就已經有分㗎啦。個臟字一寫錯就可能分分鐘冇分㗎喎。OK。而第二件事見到同學仔嘅弱項喺邊度咧？嗱，呢件事咧其實落到去都大家應該耳熟能詳㗎啦。過去歷屆嘅試題都出咗好多次㗎啦。就係個肝臟點解會產生尿素咧？因為過多嘅amino acid 做過氨基酸喺呢個器官入邊進行脫氨作用 deamination，OK， 代謝。嗱，你要學識一樣嘢，表達上嘅文字上代謝呢啲字 metabolic 你要有嘅，轉化為尿素，然後個腎臟個 kidney 就會藉着尿液排走。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嘢嘅啫。所以你問翻嗰樣嘢咧，其實落到去舊酒新瓶啦，咁當中入邊都係問你個組織液嘅形成，OK，問咁多嘢都係問組織液嘅形成。不過我呢條題目入邊，我學識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因素、幅度同埋落到去真真正正我能夠掌握到一樣嘢，點解血壓真係低咗？因為入邊嗰啲液體嘅體積少咗。咁呢個就係我溫2024年第4題入邊嘅分享啦。咁希望Dickson Biology今日可以幫大家去理解到2024年嘅第4條題目啦。拜拜。